副连续剧《石磨心》。一段情等到最后，也是等无你回头。宁愿老，不愿等候，阮的心也是为你留。阮的爱藏在心内，你是唯一的将来。只有等待你的了解，谁知影已经是伤害。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，真孤单。阮的心事只有讲予家己听，你放我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。你的名哪会叫袂出声？阮的感情已经为你散。袂使是正当的头路，谁那歹势讲？不是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啦。无你是啥物意思？阿爸咧卖菜的时阵，我凊彩穿穿的，足爽的。若是有熟悉的人，啊，阁有老师来点食阿爸的时阵，互因看到阿爸穿安尼，我拢感觉足无面子。好啦，我甲恁阿爸讲。是谁啊？是我啦。哦，木推的啦。推的哦。我咧寒暝转来要你食啦。啊，安尼好哦。来。啊，推的啊。哈。啊，当是日时啊，是暗时啊哈？你是啊，毋是你即摆看无？看无了。哇，哪会安尼？即摆是你是啦。哦。来，咱先入要食面啦。啊，好啊。哎呀。母啊，今日我甲你饲。变啦，推的啊，你甲我当作我真是真哩无路用哟。食面我阁有法度啦。好。啊，上推的。嘿。等下食饱吼，你带我来外口行行的好无？啊，好啊好啊，食饱我才带你来去公园行行啦。推的啊，这蕊花哦足水的了。母啊，啊你目睭都无看，你哪知这蕊花足水？我吼，就是用我家己的感觉啦。用你家己的感觉，我无法嘛。也无啥物感觉啊。对啊，你若目睭好好的人哦，当然是袂感觉啊。对啊，你若像我阿母哦，目睭青眉了，我还有这鼻孔，我还有手，我还有耳孔，我嘛有一个心肝，所以啥物代志我拢知影啦。你摕去水，互我啉好无？好啦。哎，啊恁阿嬷咧？阿母，阿母，奇怪，是走一对？阿丽啊，你倒来啊？你是去倒啦？我著带母去散步啊。生意拢免做啦，干那散步就好啊。你若安尼讲，钱哦咱豆豆趁就有啊。老母吼年岁遐尔啊济啊，你拢甲关伫咧厝内面，敢无出伫咧关伫咧笼仔内？对啊，老母一个命啊，你即阵若无好啊有孝伊哦，连工哦要搁有孝伊哦，也无迄个机会啊。哎呀，有够菜呢，我都记袂起啦。我咧读册，莫吵啦！讲啊，你莫遐大声啦！阿母，妹妹有够吵的呢，害我拢袂当专心读册啦。啊，恁来一个啦，妹妹搁较细汉，咱捌代志啊。来，
紧甲牛奶啉呗，较早困来吼，阿母明仔载佫爬袂起来。我等人家啉啦。阿母，若是后摆考试拢无第一名，都是袂要害的啦。袂啦，你遮尔用功，一定会考第一名啦。阿母，老师讲下次月考，若是考第一名的人，会当做班长哦。哇，啊你若做班长，阿母就足有面子的。紧读紧读。阿爸笑，阿爸摇，阿爸来啊来啊，摇牛奶来啊！你这创啊啦，泡一个牛奶泡遐尔久。啊内部搁咧读册，我今日拜托邀，我先泡回啉啊。我操2分钟。啊，读册是遐尔重要上啦哈。这幼囡仔呢，摇了过头敢袂用的。啊好啊好啊，摆啥物讲啊？内部平时读册，敢毋对呀？平常时若上课较认真的，安尼就好啊啦。你哪会安尼啊？囡仔认真读册，做老爸搁咧嫌。我看你哦，比查某人搁较杂念嘛。哼，来台北阁无一年，嫌恁爸清查无水准，我才看你要我出脱了。阿母，咱坐搬的台北哦，虽然讲钱有趁较济，也毋过也实在讲哦，我也是无啥想过。若毋是讲为着这2个囡仔的将来哦，实在讲哦，住踮这台北连啥意思都无。爹，我拄则讲话口气伤较重啊，歹势。袂要紧啦，关系关系啊。这个来啊，饮2杯啦。啊不，你今仔是咧安那？要做好囝啊？你受着什么刺激啦？要啉嘛嫌，唔啉嘛嫌啦，某也嫌啦，囝也嫌啦，朋友也嫌啦。你讲啊，想了实在是怨叹也袂啦。无当你是咧讲啥货啦？对嗯，不对？咱2个是安怎，哪会对迄某遐尔无法度？啊你哪会咧讲？拜托诶，迄囝某是我的权利呢。啊你煞要甲我抢去哦？我哦是毋免阮某惊我啦，我就叫压落底啊。我会知想想咧哦，足无查甫惊气卡。好啦好啦，来啉啦。来啊来啊！人去倒？是我啦，我要买菜啦。你的菜干仔拢毋够，物件菜红头去哦。哦，连你也伫咧管我？阿伯，你弄我啊啦！即马是囡仔管大人，查某的管查甫的，安尼才对着时代啊！对，阮查囝安尼讲就对啊啦。哦，刘丁诶，啊你实有够夭寿呢！啊，你安尼遐细汉尔，你安尼教阮媳妇无情，教甲赤白白，后摆若大汉是要安怎？拜托的好无？这毋是我教的呢，这是恁亲妈阿玉啊教的。哦，阿玉啊教的哦。哟，我要相信，这我要相信。啊，内部哪无教你倒？伊心情无好啦。是安怎？今仔日吼，老师讲要家庭访问啊，内部也就变甲怪怪，都毋爱插我，我嘛毋知影是安怎啊。家庭访问？家庭访问的老师要来咱兜呢。安尼好哦，安尼哦，我剁一支鸭腿请伊。哈，才一支鸭腿尔哦。阿爸，你搁当生的啦？你哪安尼讲啊？到时吼，我要煮面互老师食。你要煮面互老师食？但是你会记哦，你当人煮比我搁较好食呢，啊无我就闹亏啊。阿苗啊，今仔是有够忝的。我听，今仔日拍到要倒去啦。真好食诶。喂，哎，辛苦辛苦。大粒的啦。哦，是。你在看啥？哎，啊，恁2个囡仔话甲呢，是要搬歌去哦？好啦，李哥啊，趁在阿丽要喊我去买化妆品，阮2个都爱小话咧，做见本啊。你也要推销化妆品啊？安怎？好不？
无啦。阿母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啊，什么代志啦？咱倒来才讲嘛。大家讲就好啊。哎呀，无爱啦，咱倒来才讲不忙。什么代志啦？来啦，妈。讲安尼啦，是来宝转来的哦。阿母，啊，你也转来呢，阿女啊。哇，啊，这来宝是去某咧买啥的啦？你是安怎啦？老师要来家庭访问啊。家庭访问？等你是咧讲什么问啦？来宝是讲吼，因老师要来做家庭的访问啦。咱若家庭访问都好啊，啊，来宝是咧去某买安怎啦？老师要来家庭访问，若是坐喺咱家伫咧卖菜，啊，搁有看到阿爸无水准，就算讲我考第一名，老师嘛无爱互我做板凳。害我为你一颗心人了的，想要你。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风散，情孤单。阮的来宝啊，卖菜趁钱，也无做烦恼啦，你毋免惊别人知，吼。放心啦，因老师袂安尼啦，袂使是正当的职业呢。但是阿母，你敢有甲爸讲过啦？咱来台北遐尔久，伊就亲像一个装卡人，伊是要改无啦？会啦会啦，恁爸爱慢慢改啦。袂当搁慢慢啊改啦，伊都一直安尼做下去，就算讲老师要互我做班长，我嘛无面子做。来宝，我跟你讲，你若真了有才调人去做班长哦，恁爸才逐工穿西米就干你骨来去卖菜啦。啊，若无才调哦，你就莫当遐靠爸靠母啦哈。是啥物？无面子，嫌我无水准哦，困。搁看，你当目睭大，恁爸真正驶一了你是咧创啥啦你？啊好哦，你讲的哦，我若做班长，我要你大家穿西装打领带。啊，做着才讲啦，免当遐在臭屁啦。哼，还是来训来。你好啊啦！我你哎，你有看无？伊即摆咧是啥物款态度啦？哎呦，啊你大人大种，甲囡仔相处啥啦？是啥物小事？你搞啦，你有看哦？这就是你饲的囝啦！哼！阿女啊，阿女啊，阿母，阿女，安尼袂用的，安尼袂用的啦。迄木腿吼，性体歹啦，莫插伊啦。毋是木腿啦，是来宝啊！囡仔人啊，对四大人迄个态度较歹，啊讲话安尼大声细声应老爸，这个吼你爱好好啊教示，你若无好好教示，后摆就真惨哦，你知无？袂啦，人来宝吼，嘛是为着顾因老爸的面子，迄是木腿家己袂晓想啊，哪会用啊怪来宝？阿母，你家己身体顾好就好啦，其他代志莫搁掺。少年啊，这医院有一半人会坐安怎？所在啊，你啊看凊彩嘛有缀人去坐。对个。太，是你哦。歹势，你要去倒位？要来去买菜。买菜？啊，你哪着搁买菜啦？啊，买啥物菜哦？倒来我菜价拣着，你哪着搁？我刚好咧煮食。太，啊，你毋使甲我讲耍笑。卖菜的人毋去顾菜价啊，啊，大车咧落堂，啊，你是咧安怎？较钱我是无想要趁啦。毋是啦，讲起哦，实在是也话头长啦。太，你讲，阮卖菜人穿安尼敢有倒位毋对？穿安敢真遐尔啊无水准了啦？水准是在人级的啦，真歹比啦。也毋过看起来吼，真无出头来行啦，真可惜，志气拢无去啊。10年前咧甲三宝做的是迄面手毋生做安尼啊。如果加一个人伫咧嫌我有教来报也小事啦。伊若真是我当考试考第一名做班长哦，我就真正逐工穿西装来去卖菜啦。安尼趣味哦。也毋过我甲你看下，你占9分的输面啦。若是穿西装卖菜啊，全台北市干那你一个啦，保证生意一定好的。太，我菜若是卖卖哦，你看我要做啥物较好？还是我对你来去算股票好无？对个啊，我看吼，你着较认份的啦，安心去卖菜卖水果就好啦。迄个地点袂歹，头脑小可学较变巧一个，要趁钱就无困难啦。莫大遮咧乌白想。
保囝饲予饱较实在啦。头的，要毋过推个啊，内宝啊，虽然毋是你的亲生囝，要毋过啊，这任何代志你着爱甲教导，毋通互内宝啊去学歹。人咧讲，生个车一边，养的功劳较大天。较认真的，意志毋通去输恁囝。啊，若无准互你穿西装、洗面子，身有无共款，也共款会互恁囝看无现啦。你毋困顿才创啥？我看内宝哦，真认真伫咧读册呢。伊本来就做认真的啊。都毋是我生的，个性甲我拢无共款。你是咧起笑？你最近哪常常学袂讲啊？你啥物意思啦？你免紧张啦，啊，就咱头一伫咧讲，讲哦，我这做老爸哦，应该有看无起的啦。啊，若讲恁内宝啊做啥物代志哦，但嘛比我较认真。你是安怎啦？你啊，咱店的生意一个月赚无3万块，无啦。要无咱贷款啊、开销哩哩扣扣，安免哪有够通好用啦？你才知哦。那无，我想要缀阿哥去卖化妆品啊。啊，你莫去教人买化妆品，你为着要买迄个物件哦，你也看，家己坐面安尼抹到袂出伫咧顾壁咧，互咱庄脚人哦看袂惯势。敢有影？人拢讲我安尼加真水呢。你咧食错？对啊，对啊。啊，内宝的老师讲，当时要来家庭访问。拜六下晡啦。拜六下晡。无啦，我输小米咯吼，你甲我摕出来整理咧，我通好穿。你是讲真还假？你看这表情，敢有像咧讲笑？害我为你一个心冷了的，想要你。不应该，不该行到心痛，行到情拢散，情孤单。阿母啊，辉爷啊，啊，厝内敢若阁有人伫哩？拢无人开啦。哦，是有啥物代志啊？辉爷啊，哈，我是咧想讲哦，若是内宝也是阿女也有伫咧厝的啊，就会当带我来去外面来行行的安尼啦。啊，母啊，啊你若想要去讲，就我带你来去就好啊。但是互你安尼带哦，我是感觉真歹势了。哎，母啊，你若安尼讲啦，当我也毋是外人啊，你来讲遐尔啊客气，啊无安尼啦，听后阿女也转来吼，我才叫阿女也带你出去啦，好无？啊，店的真无用，啊无我要紧来去店的吼。好啊，好啊。母啊，你家己也较细腻了哦。好啦。啊，我要来去哈。好啦。啊，你明日囡仔先囥者，当款一个好无啦？囡仔囥落下哭啊！阿伯，你来，你看，阿伯穿小米落来卖菜哦，你看生意会较好。哎呀哎呀，阿母，阿爸，进来看，进来看，看什么啊？看啥啦？看会使啦。哎呦！哎呦！弟弟，哎呦，你看，我拢想来捌啦。好啦好啦。你像安尼，足缘投的呢。真是的啊！你搞学了啦。诶，安尼袂用钱啦，啊，拢互推过一个人缘投去啊，我呢，我嘛转来换一两水米咯。哦，好啦好啦，啊要换转换一束较水的。当然嘛比伊较水。阿爸，啊，一较水的哦，嘿，你阿伯较缘投哦。当然咯，
哈，你这个戆囡仔，阿爸本来就避开缘投啊啦。我切你哦，切你头。安尼无看你也遮顾着，啊，就讲吼，带来宝去买礼物要送老师啦。买礼物送老师。你奈无去买礼物送老师？我家己鸭肉打鸭肉剁一半就好啊啦。对，人咧讲吼，生意食水甜啦吼。对啦。是讲我嘛是会当用我的青菜甲水果摕送老师啊，那着过去买礼物。讲阿蕊啊，实在足爱开钱的啦。这布料真水。大宝，你老师会介意第几个？是这个。这个啊？快给你这个包起来。好。阿强啊，安尼啊，你转来啊？啊，礼物买转来啊？你坐啦。我要洗过了。哇，阿爸，你穿西装来卖菜哦？当然啦，查某囝讲的拢嘛知算会着。阿爸，你穿安尼较像大大人哦。阿母，阿爸穿西装呢，真水哦。有影。对吼。我了顶吼，讲要等于换一身西装哦，来参推个比水啊，安尼个正式啊别啦。爱情拢是予人梦啊梦，为何你有爱要怨的人？为你付出换来一张卡，相信诚意也无彩价，爱情拢是掠人。是冤错，为何我有讲不出的话？等你一生，等假心落雪，也是甘愿为